2026年度現金分享計劃發放標準為：符合條件嘅澳門永久性居民可獲發放1萬澳門元，非永久性居民可獲發放6000澳門元。受惠人需同時符合身份條件及在澳條件。身份條件係指喺2025年12月31日持有有效或可續期嘅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或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若在該日期前因未滿5歲而未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但之後已經領證嘅人士亦符合資格。此外，若為舊身份證持有人，因長期臥病、全身或半身癱瘓，獲所在地公立醫療機構或社會互助機構證明而未能回澳換領身份證嘅人士，亦包含在內。而在澳條件方面，要求受惠人於2025年內須至少有183日身處澳門。3類特定人士可獲豁免計算身處澳門183日，包括於2025年12月31日未滿22歲，但其父母任一方屬2026年度現金分享計劃嘅受惠人；於2025年12月31日仍領取殘疾金嘅人士，或於2025年12月31日仍領取殘疾津貼嘅人士。另外，若居民於2025年內因以下8類理由身處外地，其身處外地嘅期間亦可視作身處澳門及加算在澳期間，包括在外就讀高等教育課程、在外住院。居於內地嘅年滿65歲人士，又或未滿65歲但基於健康原因需接受治療或家人照顧嘅人士，在外為社會保障基金註冊嘅僱主提供工作，因需負擔在澳或橫琴合作區家庭嘅主要生活費而在外工作、履行公務、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服務而擔任職務或履行其他公務，在橫琴合作區居住、工作或就讀課程，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嘅人士，加算後符合在澳183日條件嘅澳門居民，可於2026年6月15日至2029年12月31日期間，向社會保障基金申請發放款項。由6月15日上午9時起，澳門居民可透過一戶通或現金分享計劃網頁查詢自己嘅受惠資格。7月1日起，特區政府將透過銀行轉賬或郵寄或線支票2種方式，有序向已符合條件嘅居民發放2026年度現金分享計劃款項。查詢可致電熱線28225000或於辦公時間內往以下各服務中心，包括政府綜合服務中心、離島政府綜合服務中心、市政署綜合服務中心、中區市民服務中心或離島區市民服務中心石排灣分站。